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咩叫中國兩個100年呢？而兩個100年點樣影響到你嘅投資認知同投資方向部署？首先啦，中國兩個好重要嘅100年，第一個就係1921年啦。唔知大家知唔知呢個係咩年份呢？就係中國共產黨成立嘅年份。咁而加8年幾時呢？就係2021年。咁第一個100年目標係乜嘢呢？就係全民達成小康社會。而當年呢，習近平主席係宣布咗係成功達成咗嘅。但而當年係亦都隨之而來呢，係有一堆嘅政策出咗嚟，譬如話係反壟斷啦。咁當年嘅阿里巴巴由300蚊跌到最低70幾蚊，騰訊700幾蚊跌到300零蚊。OK， 譬如我自己有沽嘅快手由400幾蚊跌到最低得個40零蚊。咁第二啦，譬如有一堆嘅政策話一啲遊戲公司係精神鴉片啦，改善生育啦，同埋如何令一堆補習公司一日之間執笠啦。咁呢啲都係因為國家希望由第一個100年轉型去第二個100年必要嘅一個備戰或者一個準備功夫。去到2049年嘅時候咧，我哋能夠達成一個偉大嘅中華人民復興啦。咁所以必要嘅時候咧，我哋就要好多嘅功夫出咗嚟。由第一個100年，我哋可能開始即係無序擴張或者注重一啲即係增長。去到第一個100年咧，我哋係揾自己，可能投資多啲硬科技啦，譬如我哋國家嘅新3樣，例如可能係電動車啦、新能源啦、鋰電池等等。咁另外亦都有一個 hidden 嘅100年啦，就係2027年啦。點解咧？因為調翻轉頭1927年咧，當年就係我哋國家嘅軍隊咧同軍成立嘅日子啦。咁2027年究竟有咩大事會發生咧？